位伫台南市中西区的大埔福德寺求财非常灵验，未少人拢会来拜拜。伫过年前，庙方也将停办2档的送春的活动，搁恢复举办，邀请20位书法家，这次400组手写春联开放索取，期盼民众日捌八讲文化信仰。大埔福德寺来办这春联活动，来遮迄个信徒来使用，来大家用力来尽量来参加。大大的金炉吊伫半空当中，位置较好势，细腻的放伫庙边。全新的环保金炉也赶伫过年进前落成，其中这一块为旧金炉降落来350块吊装，是信徒真抢的招财物。装啊，角这内底迄个叫兰花装，意义就是讲，咱来做喷个金装，甲规个座来送互遮信徒，信徒来摕迄个保庇平安。庙方将旧装喷上金漆，象征尽力纳福。信徒连管中建费用1万块以上，就会当摕到。目前总共有280名信众为着金装而来，就要迎接农历新年，毋但希望会当带财，也会当保平安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